大家好，我是小刘。苏州预备馒头店5块一只肉馒头，一年天黑毛2000多只得了。有不少粉丝在喊我去上场，出发！所有手工鲜肉大板，大已经开始切叶子，口感好的。大个大肉板，侪是拿新鲜的夹心肉，现拌现蒸，不加药。16个萝卜，2个生。怪不得一年天黑毛脱个店，来个人侪是10几只一拿的，现在侪辣排队等蒸。烂面发干，汤汁鲜美，海甜适中。店里向的素食薯鳞酱锅还是一大展榜，里向有酱蹄膀、酱放肉、酱冬瓜、酱鹅等，不帮一滴酱油。靠糖色烧制的。每天早上要先烧3个小时是吧？对，每天现烧，当天售完。中手山海出锅仔，把一般肉还拿2只，用鸡汤蒸出来。这个自己熬制的葱油。再来展榜猪脚仔、酱骨头，那个肉馒头比拳头还要大。所有大肉板果然不错，香骨头，嫩的一横就横下来。嫩的，